講到這環境的保護來看，屏東新園鄉公所呢，最近是咧進行這大圳溝兩邊雨傘樹的修剪。頂禮拜這工程已經完成啊，有環保團體呢所接到民眾的反映，質疑講這樹仔呢可能剪過頭啊，恐驚會影響到樹仔的健康，這是引起在地的討論。也毋過這鄉長呢是強調講一切攏有照規定去修剪。相片看到屏東縣新園鄉義仁路5芒大牌路邊人行道的雨傘樹，原本發了介好勢，但是最近去互修剪，樹黃無去啊，樹尾攏加光光。環保團體接到民眾陳情，質疑修剪了傷過頭，甲前後相片搭佇社群網站頂懸，引起兩邊無共意見的網友討論。電線無地下化啦，無地下化這發足緊的啦，足緊的哦，你電線不是咧天攏會卡掉啦。你連路頂都攏炸掉啊！環保團體進一步指出，因為過度修剪可能會去造成樹仔受傷、空碎嚴重、豆豆爛去、種甲倒去的風險，顛倒更較無安全。而且因認為鄉公所和地方政府無按照林保署的修剪指引落去做，希望鄉公所會當加強評估甲監督機制，避免同款的情形再發生。基本上它就是修剪過度嘛，然後其實它已經變成有點破壞，因為那傷口都太大了。不管屏東縣政府或是這個林園鄉公所都沒有去建立一個比較依照正確的規範去制定這樣，結果掉下來掉了滿地都是啊！那個小一籃的那個紙哈，就是硬邦邦的，所以那個騎機車也是很危險，騎腳踏車也是很危險。用路人的安全、鄉親的安全。對此，鄉公所回應，這擺修剪是公共安全考量。2年前山道於風台來，新園就因為雨傘樹倒去跌着電線，造成新園5芒停電要1禮拜的狀況。鄉公所表示，修剪是經過會勘了後決定，以降低樹仔關渡為主。目前新的藝又開始咧發啦，因一切攏按照規定行。記者柯明哲，屏東報道。